讲到这个姓刘的中国配偶，伫咧做梦前，伊伫咧网络顶头讲，要用这武力统一台湾，互咱的内政部撤销移村许可，今仔饭店进前就要离开台湾。在去因翁仔某呢，竟然阁开记者会来တင်情，现场也真侪民众去到遐甲呛声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也阁内政部长刘世芳，因为是搁再强调讲，政府的态度是真坚定，也讲离落时间一个到，移民署就会用这流程的手段执行处理。也那这位中国网前暗头也讲，会伫移民署指定时间内离开台湾。大家好，我是雅雅。那很感谢今天。随开随到民众呛声，25暗7点59分，离台期限进程，中配4楼的网前再去民间团体伫内政部前开记者会，要求政府改变裁决。我的主要诉求呢，就是请内政部撤销对我的行政处分。我愿意站出来，邀请大家跟我公开辩论。对，总之我是非常不希望发生战争。我主张的是和平统一。那我呢，一直在自己的影片中，并没有找到我鼓吹武统的影片。对您的攻击甲我动不了啊！要留给我们家庭这样子破裂，这是一种叫做毁灭。的红赛头一届现身支持，自头到尾拢讲台语，希望内政部暂停对的处分，唔通互因的家庭分开。讲伊家己是讲武统，并唔是主张武统。佮讲伊3个囡仔去校嘛去动武的质问。2个男孩是11岁，1个女孩是7岁，那他们全部都是在台湾出生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不存在你们之前说的所谓的洗人口的这个问题，不实指控，导致我的家庭承受巨大的压力。我很清楚我为什么要留下来，因为我觉得我确实很冤屈。所以刚刚有人。不过来抗议的群众包围记者会。摕海报甲手牌，一直大声的喊嚷，有几人介乎警察隔离，共款用隔开的网前北京万人龙，用风送头想要和对面，嘛拢互警方走来，场面乱糟糟。对着的诉求，内政部的立场真坚定。这个雅雅并不是简单的普通妈妈，这是小孩子，留在台湾是获得更好的优待、后代跟福利，还是回去中国大陆？要消灭台湾主权，我们还在讨论个别的生离死别。我觉得这个呢是完全中了所谓的中共的3战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强调讲，在主权安全优先的状况之下，任何违法一定会用上严厉的方式来处置，无任何妥协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